今日我哋要講嘅健康主題咧，就係抗氧化劑 （antioxidant）。咁我哋提到抗氧化劑咧，就必定會提埋佢嘅死對頭自由基 （free radicals）。咁關於呢兩樣嘢，咁其實都有啲迷思嘅喎。第一就係話自由基咧係咪會導致到 DNA 同埋細胞受損咧，甚至到令到我哋會有老化嘅出現？第二個迷思就係話，咁可唔可以通過攝取大量嘅抗氧化劑去減少或者抵消自由基對我哋身體嘅影響？我哋先科普一下氧化，了解一下究竟氧化係一回咩事嚟嘅先。嗱，咁我相信大家讀幼稚園或者小學咧，老師都會同我哋講，我哋咧必須要呼吸嘅，要唞氣。咁因為咧喺空氣入邊咧有氧氣，我哋先生存得到噶嘛。嚇，咁啊，大家讀到初中嘅時候咧，可能科學嘅老師咧就會同我哋講啦。嗱，空氣入邊嘅氧氣咧，其實就係用嚟氧化我哋嘅食物，咁令到咧食物入邊嘅能量可以釋放俾我哋嘅細胞啊或者肌肉咧可以去應用嘅。咁如果大家高中讀 chemistry 或者 biology 咧，咁老師咧亦都會提到啦，自由基呢樣嘢喎嚇，原來自由基咧就可以氧化我哋嘅 DNA 或者細胞嘅構造，咁啊造成一啲細胞嘅受損啊、老化等等啦。不過啦，自由基咧亦都有佢個好處喎，原來自由基咧可以用嚟殺死一啲病菌嘅，咁屬於我哋身體防衛即係免疫系統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嚟嘅。咁自由基究竟係何方神聖嚟嘅咧？嗱，如果讀過化學科嘅朋友就一定知道啦。物質要穩定嘅，佢入邊嘅電子咧就必須要成雙成對嘅。咁自由基咧就正正就係有啲電子咧，佢係一支公嘅啫，冇成雙成對嘅。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傾向咧，就係去搶人哋嘅電子。咁因此咧喺化學上邊嚟講咧，自由基呢啲物質咧就係好活躍嘅。咁科學界咧都已經清楚知道自由基咧係可以破壞我哋嘅 DNA，以至到我哋細胞嘅構造，咁造成咧一啲嘅疾病，譬如心血管病啊或者神經系統嘅疾病，咁甚至咧老化咧都可能同自由基有關嘅。咁我哋就了解一下啦。咁究竟自由基嘅來源喺邊度咧？嗱，呢幅圖咧就幾清楚顯示到嘅。嗱，譬如第一，我哋曬太陽嘅時候會有紫外線噶嘛，咁紫外線咧係會造成咧自由基嘅出現。咁仲有咧就係譬如吸煙啦、空氣污染物啦、輻射啦，甚至喺我哋身體入邊，譬如我哋嘅呼吸作用 respiration 咧，都會產生自由基嘅嚇，以至到一啲嘅炎性反應，我哋啲白血球咧亦都會產生自由基出嚟。最後回應翻開頭嗰兩個迷思，第一，自由基係咪會導致到 DNA 同埋細胞受損，兼且會造成老化嘅咧？咁呢一個科學界已經證實咗係嘅。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嘢係咩嘢咧？最簡單，第一，唔好食煙啦。第二，少食一啲煎炸同埋燒烤嘅食物嚇，因為高溫烹調啲食物咧，其實都係會製造咗自由基出嚟嘅。咁仲有一樣嘢，大家可能會忽略嘅嚇，譬如一啲戶外嘅活動，太陽好猛烈嘅，咁都要做好一個防曬嘅準備。咁至於第二個迷思應唔應該攝取大量嘅抗氧化劑去減少自由基對我哋身體嘅影響嘅咧？咁我諗好多朋友都了解到啦，其實唔係話越多越好嘅嚇。咁抗氧化劑亦都係，如果我哋刻意咧服用好多抗氧化劑咧，可能會造成一啲嘅反效果都唔定嘅。嗱，仲有咯，其實喺我哋做運動嘅時候，身體咧都會出現咗自由基嘅，製造咗好多自由基嘅出嚟嘅嚇。咁不過咧，我哋身體咧好多時咧就會自己咧就調節翻嚇。咁所以啦，我哋可以睇成啦，自由基其實係我哋人類正常新陳代謝嘅一部分。咁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身體咧係會製造翻合適數量嘅抗氧化劑去中和翻呢一啲咁嘅自由基。咁當然啦，至於我哋日常嘅生活有冇嘢可以做到咧，都有嘅。咁我哋都知道啦，維他命 C、維他命 E、胡蘿蔔素、兒茶素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好好嘅天然嘅抗氧化劑。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可以食多一啲新鮮嘅蔬菜同埋生果。原來仲有啦，飲茶咧都係有幫助嘅喎。好，咁我哋今日講自由基同埋抗氧化劑咧，就到呢一度，祝大家身體健康。